買樓肯定要睇 location 啦。香港嘅朋友最驚買到係山卡拉、交通唔方便嘅地方。今日嚟到中山主城區星晨君悅灣對面900米就係我哋歡樂海岸啦。喺呢度呢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中山北站啊，個半鐘頭就可以開到西九龍啦。咁5分鐘呢，仲可以去到我哋山姆會員店，可以實現你購物自由啊！門口仲有中港直通巴士，1粒鐘頭呢就可以返到深圳啦。咁呢度呢，交通十分之成熟啦，單價呢只需要7字頭啊！喺香港呢，一房嘅單位可以喺度實現4到5房啊，3代同堂住都冇問題。最主要係首期4萬蚊就可以上車啦！我哋一齊感受下攞4萬蚊喺度享受皇帝式嘅感受啦！咁我哋嚟到示範單位啦，2梯4伙嘅。舊年買呢度嘅朋友呢，佢已經收樓啦，所以呢度呢就絕對唔使擔心爛尾嘅問題啦。我哋先睇翻第一個戶型，99平方嘅，入花園呢度全贈送俾你嘅，可以做翻個鞋櫃嘅位。咁有朋友呢就覺得呢度點解採光咁暗？其實唔係啊，咁樣嘅設計呢可以為你遮風擋雨啊，10級颱風嚟呢，撇雨都唔使驚啊。咁再嚟睇翻呢，我哋呢度非常之貼心，仲預留咗一個換鞋櫃嘅位置，仲有明窗設計添㗎。成個戶型呢，99平方，實用去到128個平方啊！第一間房咧係半贈送嘅，咁呢度可以改做書房，你嘅仔仔喺度溫功課咧都特別聰明伶俐啊！第二間房咧就犀利啦，哇，足成10個方啊！呢間房咧全部都係送俾你㗎，喺香港買樓邊有開發商咁大方送晒成間房俾你啊！呢度就係我哋第2間房啦。嚟翻個客廳仲犀利啊！99平方居然可以做到一個6.2米一個超大一個橫廳啊！市面上咧120方先至可以做到咁大氣嘅一個方啊！過嚟睇翻我哋一個超長嘅露台啊！呢個露台咧足有4個平方可以俾到你，可以招呼翻朋友喺度 BBQ 睇下波，哇！你話寫唔寫意咧？過嚟睇翻我哋第3間房咧，就可以做翻我哋一個房啦。呢度利用埋一個飄窗位，99平方居然可以做到4房，3代同堂住咧，完全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度就係我哋公共洗手間嘅位置啦。成個戶型咧，無論係客廳同埋房咧，都可以做到南北通透㗎。我哋嘅主人房，哇，超大，可以做到一個3邊落床位，而且咧仲有咁長嘅一個飄窗俾你，喺度咧坐翻飲翻杯咖啡，跟住敷下 mask，你話呢度舒唔舒服咧？市面上咧咁樣嘅戶型咧，要去到第4代住宅先有啊，咁閒地一套咧都要200-300萬，呢度 total 780萬就可以攞低，等於咧一套第4代住宅就可以買呢度4套啦。你話性價比高唔高咧？而且同樣都係主城區嘅位置，山姆就喺我哋隔離啦。跟住鏡頭，我哋去睇翻一個116方嘅5房大單位，呢個戶型更加有驚喜啊！115方居然可以做到5房啊，去到咧130幾個一個實用率啊！咁呢度咧單價咧都係7字頭，4萬蚊首期就可以上車啦。7米嘅超闊客廳響度開 party 啊，完全都冇問題啊！咁樣嘅戶型你中唔中意呢？香港揾錢，大陸使。喺香港用劏房嘅價錢，呢度居然可以買到4到5房嘅大單位，實用率咧居然去到110%啊！吊打市面上嘅第4代住宅啊！贈送咧去到20-30個平方。重點係啊，呢度咧4萬蚊首期就可以上車啦！如果你對呢度感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嗱嗱聲聯繫翻我呢邊帶你實地體驗一下。